女人生完 BB 之後，膠原流失會加快，出現皮膚緊緻度下降、面部下垂嘅問題。Suki 係2個小朋友嘅媽咪，佢覺得自己生完 BB 之後，面部越嚟越耷。咁我生完 BB 之後呢，我覺得我啲膠原咧流失得好快啦，咁塊面咧又好揼喎，虎紋又好深。咁我最想咧就係改善咧兩邊肉嘅嗰啲倉鼠肉嘅問題啦。咁我平時做嘢咧就好忙嘅，咁我好想揾到啲療程咧可以 keep 得比較耐啦，同埋唔使花咁多時間去做嘅。咁我見到 We Beauty 咧嗰邊依家興有個火箭線啦，同埋虎紋線都好 hit 喎。咁所以咧我都想了解下咧，咁同平時嗰啲倒勾線咧有咩唔同啦？咁我依家咧就喺 We Beauty 嗰度嘅，咁我陣間咧就會諮詢下醫生嘅意見。今次我哋揾到陳醫生提供專業意見，幫助 Suki 解決佢嘅問題。Hello， 陳醫生，我見到依家咧火箭線同埋虎紋線都好 hit 喎，咁我想知道咧同其他所謂嘅倒勾線有咩唔同㗎？嗱，首先你要知道坊間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長線，我哋幫助塊面去提升翻㗎啦。咁其實就唔存在話邊種線係特別好、特別唔好嘅，因為每一種嘅治療方法咧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啦。所以做任何嘅治療之前咧，就最好揾個專業嘅醫生分析翻你個皮膚。唔同嘅皮膚其實需要唔同嘅治療嘅。咁長線呢，其實而家有一種新嘅技術叫做火箭線。咁佢嗰個線嗰個頭呢係流線型嘅圓嘅。咁有個好處呢，就係入去面嘅時候呢，佢會順滑好多。因為傳統有一啲嘅長線呢，有啲醫生會遇到一個問題，落嘅時候會棘住個皮膚入得唔暢順嘅。咁有個唔好處就係落唔到你想要嘅位置啦，或者拉起個皮膚嘅時候會令到個皮膚有凹凹凸凸嗰個情況嘅。咁如果個線頭呢，點解叫火箭線呢？因為佢好圓滑、好流線型嘅。咁醫生落嘅時候，佢落個位置會準確好多，容易同埋個創傷會少好多嘅。出嚟嘅雕塑嘅效果呢，相對地會容易啲掌握得好。咁另外呢，好多個長線都有個倒勾，個目的係令到皮膚棘起個皮膚拉翻起嘅。咁但係有陣時咧，如果個勾呢太過長嘅時候呢，都會令到個皮膚一來會好創傷啦，第二呢，拉起個皮膚嘅時候呢，都會拉突突嘅。咁而家新嘅火箭線呢，個倒勾都會好強韌嘅，咁但係同一時間呢，佢係好柔順嘅，所以佢會做到效果就係扣起個皮膚，拉力會好強，個力度會好均勻，就會減低個皮膚凹凹凸凸嘅風險。咁另外啦，嗰啲倒勾呢，其實都會刺激長骨膠原嘅，拉起個皮膚之後呢，佢會同個皮膚嘅組織長翻啲骨膠原，令個皮膚膚質會進一步提升嘅。至於第二樣講緊嗰個虎紋線啦，其實我哋傳統嘅治療虎紋嘅方法包括填一啲填充物啦，包括呢個透明質酸啦，令到個虎紋隆翻起，減淺個虎紋、淡化虎紋嗰個效果嘅。咁除咗呢個填充物之外呢，其實而家都多一個選擇嘅，可以埋一啲線喺個虎紋兩邊做翻個填充嘅效果，同一時間佢亦都會長翻啲骨膠原嘅。咁個線呢，其實佢係一啲特別嘅設計嘅，佢係一個螺旋包住條線嘅，擠落個皮膚之下呢，佢會扣起啲皮膚啦，同埋持續嗰個效果係會比一般嘅填充物都會長嘅。咁我做呢個療程呢，之前同埋之後有啲咩要留意㗎？嗱，做任何嘅治療都要首先了解翻、問翻醫生，了解晒所有嘅治療嘅流程啦、術前術後嘅護理啦，同埋所有嘅治療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注意事項，你都要清楚嘅。包括痛啊、瘀啊、腫啊、術後嗰個復康啊、時間啊，你都要問清楚，了解翻，睇下自己個皮膚個質素，先至決定點樣去做嘅，明唔明？明。咁我依家去做火箭線同埋虎紋線啦。好。嗱，一陣間咧，我每邊咧只會開一個小孔，將條線咧擠幾條線喺個面嗰度嘅。咁點樣決定入個線嘅位置咧？就係因應你自己嘅面嘅鬆弛嘅程度。正話講過啦，你有3個下垂嘅。眼呢個位置啦、虎紋啦，同埋個嘴角咧都會聚咗落去嘅。咁我擠啲線落去咧，除咗又會拉起 V 面嗰時候咧，你個虎紋啊、你個嘴角紋咧，亦都會減淺咗嘅，同埋有少少微笑嘅效果嘅。咁我啲線咧，全部都會好順暢，因為個火箭線咧，佢個頭咧係流線型，咁我就可以好順滑咁樣去入一個好精準嘅位置，去你想要嗰個位置。咁同埋入嘅線咧，都唔係淨係表層嘅。表層啊、深層啊都會入，咁令到皮膚扣起上嚟咧，就會順滑好多嘅。
跳緊㗎啦。係咪冇乜感覺嘅？OK 嘅。但係啱啱你嘅右邊面咧就入咗幾條嘅火箭線，咁主要係幫你去個虎紋減淺啦、嘴角嘅提升啦，同埋嘴角嗰個紋咧係減淺咗嘅。同一時間咧，你又一見到啦，你個右邊面係 V 好多嘅，唔係收緊翻啦嚇。咁正話幾條線咧都係用一個針口入唔同個位置。因為佢嗰個線咧入個位置咧係順暢嘅，咁所以就會容易入到醫生想入嗰個位置，從而做個拉緊提升嘅效果。而每一條線咧，佢都有一啲柔軟而強韌嘅倒鈎嘅，喺皮膚整體嘅位置都有個扣起嘅效果。咁將會嚟緊嗰幾個月咧，嗰啲倒鈎咧都會分解，刺激掌骨膠原，到時你個皮膚個彈性會再進一步有個緊緻、收緊、提升嘅效果嘅。好靚咯！依家。嗱，咁正話右邊咧就已經落咗虎紋線㗎啦，咁有個即時填充嘅效果咯。咁你見到個右邊個虎紋明顯比左邊咧就會淺咗好多，同埋咧嗰啲線咧，因為佢有個螺旋嘅環迴嘅扣住皮膚嘅，所以咧入完之後咧，其實你見到個右邊個嘴角都輕微升起少少，有個會扣喺 lifting 少少嘅效果嘅。我啱啱做完呢個火箭線同埋虎紋線啦，咁成個過程都冇乜唔舒服嘅，咁同埋依家啱啱做完呢，有少少水腫啦，我知道做埋線係呢個情況都正常嘅。咁我最開心呢，就係見到個虎紋啦，同埋個倉鼠肉唔見咗啊，咁同埋針窿都好細點啦，基本上都唔係好覺眼嘅。咁嚟緊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嘅前後相啦，拜拜。